好，赶快来关心强台利奇马哈的最新动态。目前其实距离台湾海面大概还有460公里左右，但是您可以看到它已经增强为一个强台，而且气冰暴风半径不断扩大，来到了250公里。要特别提醒观众是，目前外围环流已经通过了所谓新竹以北的沿海上空。您可以看到是从今天午后开始，包含整个宜兰、花莲地区，甚至是桃园以北都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阵雨，甚至是大雨的状况。那目前气象局持续针对某些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报，我们就来看到是哪些县市。好，您可以看到橘色范围的区域就是豪雨等级的雨量，包含像是新竹的山区、桃园的山区，以及台北市、新北市，还有看到宜兰部分地区都是出现豪雨等级的雨量。那么越晚雨势其实会越大。目前雨区范围几乎已经扩展到南部地区，因为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包含碰到山脉，所以雨水下了下来，所以您可以看到中南部地区也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阵雨。额外要提醒观众朋友的是，目前台风越来越靠近，而且逐渐的增强。我们目前可以看到，预计在今天深夜，暴风圈就会接触陆地，所以目前的路径范围包含整个新竹以北地区。您可以看到它的瞬间最大阵风来到17级阵风，在这个台风是广义的西北台之下，暴风圈接触陆地在逐渐北转，所以它的暴风圈是没有受到破坏的。一旦接触了陆地，带来的风雨算是非常强大，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，从今天深夜开始到明天一整天，北台湾地区都要留意有强风豪雨的情况。那么未来这2天雨会怎么下，我们再清楚呈现给您。好，您可以看到，其实从今天一路到晚上8点，最主要下的范围都是在桃园以北地区，尤其是住在山区的观众朋友，真的要慎防土石流或者是坍方的情况。那么从今天深夜一路到明天清晨，整个雨区范围再次扩大到整个中部以北地区。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，在北转情况下，引进更多的西南风，所以礼拜6的时候，雨会持续下到中南部地区。在此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，星期4、星期5、星期6都是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刻。最后几个时间点，请大家帮我记得。好，这个台风呢，其实它已经发布路径了。从今天午后开始，包含北部、宜兰、花莲都会出现间歇性的阵雨，伴随的风速也是强的。但最主要强是在明天清晨的时候。好，深夜暴风圈出路，宜兰是首当其冲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整个北部、东部都要慎防强风豪雨。雨一路要下到星期6才会逐渐趋缓，所以今天下午赶快做好防台工作。以上是最新的气象时间。